你的观众可以私讯你吗？不行，对，没有开放这个。你的观众可以私讯你吗？我的私讯是开放的，基本上你只要不是那种半夜叫我起来尿尿，或者是一些无意义、无营养的讯息，基本上你来找我，我都会帮忙。我的观众，有必要的话可以私讯我。不可以。有事情的一定没问题。但是如果你说密我，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哎呀，这个我就有点难崩了，哎。我之前其实开直播也有讲过，我特别讨厌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你懂吧？你懂，就是你要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你可以在我们 DC 群组啊，我们的频道里面，就是有给大家早安、午安、晚安啊。为什么一定要私讯我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？啊，如果你有事情的话，你直接讲啊。为什么要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？因为我其实有在接案嘛，所以我的私讯就是也是一个窗口。那我会收到蛮多私讯的，就是询问报价啊或什么之类的都会有，然后或者是一些沟通的讯息。那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些重要的讯息，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嘛。可是你的早安、午安、晚安会洗上来，就会有点让我觉得焦躁。